大家好，你哋知唔知呢啲喺屋頂閃閃發光嘅太陽能板其實好污糟，製造嗰陣會放好多毒，壞咗之後又冇人識回收，所以我哋4個中學生發明咗一個會呼吸嘅電池，叫做生電深呼吸。入面有啲咩嘢呢？2種好細好細嘅組種，左邊住住嘅咧係螺旋組，佢發出力會放出細細粒嘅靜電粒；右邊住住嘅咧係小球組。佢會喺度做光合作用，吸走啲靜電粒，一邊多一邊少，啲靜電粒就會好似瀑布咁樣流過去。呢個時候，電子會喺電線度跑，電就係咁樣產生啦。同太陽能板比起嚟，我哋有3大強處：第一，會自己食二氧化碳；第二，仲可以幫廢水做清潔；第三，用完可以自然分解，唔會污染地球。我哋試咗7種組類，揾到最強組合，發電量比同類簡易系統高3倍。未來可以放喺大廈天台、街燈，甚至污水廠。地球唔需要更多閃閃亮嘅太陽能板，地球需要會呼吸嘅能源。多謝。